念佛保康寧。清末嘅浙江嘉善有位周恬南先生，佢嘅個性忠厚，平時又中意幫助別人，但係有一件心事一直令佢非常煩惱。唉，都50歲啦，都冇個仔，將來要搵邊個嚟繼承我屋企嘅香火啊？諗嚟諗去，周恬南先生就決定去杭州天竺山祈求。佛菩薩，求你保佑賜個仔俾我啊！果然，後來佢嘅夫人就生咗一個仔，取名周乃芬。周乃芬出世冇幾耐，佢嘅爸爸就過咗身，於是佢哋就搬到西塘居住。娘啊，乃芬真係聰明啊！只要睇過一次，就可以成本書都背到出嚟啊！周乃芬細個嘅時候跟住姐夫讀書，就可以過目不忘，所以佢17歲嘅時候就已經有咗功名。因此，浙中一帶嘅人個個都識得佢個名。由於清末廢除咗科舉制度，周乃芬就入咗上海理科專校，學習理化生物。畢業之後就擔任老師。老師，我哋今日係咪做實驗啊？哎呀，佢死咗喎！老師，隻青蛙點解會死咗嘅？有一次喺上堂嘅時候，周乃芬睇到學生唔小心整死咗啲小動物，心裏面非常咁難過。從此以後，佢就決心食長素，皈依三寶，開始念佛。因為母親嘅勸告，佢又繼續教書，同時喺放假嘅時候，為一啲青年人講解佛法。周乃芬侍奉母親非常孝順，同鄉嘅人都認為佢係一個孝順仔。唉，雖然大家都話我好孝順，但係娘個病咁耐都未好，連父母嘅病都唔能夠代替，咁又點算係盡孝呢？於是有一日嘅朝頭早，佢就起身焚香禮佛，並且吉穿嘅手指頭用血寫咗南無阿彌陀佛6個大字，以及願同念佛人共生極樂國，見佛了生死，如佛度一切。呢20個1寸大嘅字，希望能夠為母親祈求康寧。當日佢母親嘅病突然之間好返晒啦，大家都話周乃芬嘅孝心感動咗天啊！